先来锻炼2首圣诗。第一首是圣诗31首，天父疼咱，世间正人。天父毋是干那疼你，毋是干那疼我，是疼世间正人。这首诗咱若注意看，真特别，就是伊的作词是一个日本人，叫做山谷总吉。山谷总吉。日本人，咱的圣诗规本嘛，无真侪日本人所作曲也是作词这位山谷总吉呢，伊是应该是19世纪尾20世纪初一个日本的一个应该是讲日本第一位音乐的宣导师音乐的宣导师。伊伫咱规本圣诗就是敢若即首即首天父疼咱世间正人，总是伊所做即个词呢，伊的主题，伊的歌词的名本来是叫做上帝是疼上帝是疼，所以伫即个咱唱的中间，咱会感受到就是上帝有疼，所以上帝的疼。是互咱世间正人，咱来唱即首诗。小停一下这首诗咱咧唱的时，应该有一种感触特别是伊伫第3句写讲，天父上帝真正是疼，连我也得伊疼，连我我这个我是啥物？就是罪人就是足毋听上帝话的一个人，连我伊也疼咱。咱咧唱的诗，希望会当用咱的信仰来唱这首诗。来第2节虽然我有罪过给他回忆你的性命，最初对你是我心了，也不一样信仰，伊要上帝真正。3节，先行耶稣受的十架，也乃是可参视，是为着咱永远罪罪，伊行是救恩，伊要。真正是疼，连我
这个副歌我唱一遍。预备上帝真正是听，连我也得听，写我一切有悔罪过，预备上帝是听。伫讲道线咱回应的诗是379首，咱真实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第一节，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世间虽有艰苦，有问烦恼，因人有主通过，欢喜乐乐。我只因是无你。我听你，阿妹，阿妹。咱准备心来做礼拜。各位兄弟平安哈！今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咱神学院特别派的吴英美长老来甲咱讲道。奉献地下咧，大家椅仔面头前，请大家关心奉献。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请走甲。
上主的律法照常，会互人的心神活起来。上主的干净确实，会互憨人有智慧。上主的教示正直，会互人的心欢喜。上主的命令清洁，会互人的目睭光明。因为上主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上主的判断真实，一概是公义。三甲的吟诗阿罗上帝，圣诗31首，圣诗31首，请起立。是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专利创造天地之大。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
真济。咱三角面启应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28篇，启应文第28篇记载伫圣诗第1049页，也就是诗篇第118篇。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气杀的招，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因为应该受祝福。就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甲亚头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诚心阿罗你，为着你所创造的天地甲宇宙万物，为着你恩赐人类智慧甲心灵的瓦靠，阮谦卑诚恳敬拜你，因为你的慈悲信实，互阮的灵命会当得到永活。亲爱的天父，阮有罪，阮时常因为私心甲贪念，袂记起阮一切拢是主的恩赐，袂记起你应该对你应该有的谦卑甲顺服。主啊，伫你的面头前，我是真正的软正，在对抗私心欲望的能力甲勇气顶头，完全无法度达到你的期待。特别是咧全世界处伫战争、对抗、环境伤害的这个时阵，阮恳求你会当互阮会当更较细心的体察敬畏你的大能，互阮有机会重新来检视阮家己咧人生顶头的软正。无知甲自私，也互阮会当好好反省、端正家己，互阮真心甲你和好。主啊，阮有罪，阮辜负你所恩赐的资源，自私浪费资源来满足咱俗世的欲望，你使到规个地球的环境承受足大的污染的压力，特别是人类因为科技的进步，现在借着环保的名。制造搁较侪大自然无法度处理的科技的废弃物，互你所创造的自然环境遭受到搁较严重的破坏。特别是近20年来，人工智慧甲电子神经网络快速的发展，在有限的资讯、偏差的价值观，甲也未经过严格检视的推论顶头，互你的恩赐的工具。真做魔鬼侵入人类灵命的新环境。主啊，人类的自私、贪婪，误用你的恩赐，互人类搁较迷失家己。这是人类追求灵命归属极大的挑战。阮深深恳求你，会当恩赐阮搁较大的智慧甲能力，互阮会当善用你对人类的恩赐，互阮用实际行动来拒绝魔鬼的引诱。来成就你对阮管理世界的托付。主啊，阮看到愈来愈多的国际领导者刻意去散播廉价、仇恨、对立，甚至战争，来谋取家己的政治利益。受灾的百姓烦恼、哀伤、痛苦、
绝望的面容，无法度柔软掌权人的心。求你会当使所有掌权的教育的智慧降低无必要，出自于伊家己的私心，也毋是公义的对抗，甚至挑拨战争。阮诚恳请求你，会当互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了解，人类的平安、生态平衡，这是至关的利益。主啊，阮恳求你会当伸出慈爱的双手，互受伤、受苦、受灾的百姓感受你的救赎，体会你对众生的爱，互众百姓因为体会你的疼，看见光，看见因光明的未来。主啊，受惊吓的心，求你会当抚平；受害的身体，求你会当医治。因为战乱死亡的灵，求你会当接纳；教会的事工，也求你会当时时看顾。也愿你会当指引所有会友的灵修，提升所有会友属灵性命的生活甲性命。主啊，我愿意甲你同在，甲你同心，甲你同行。求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一粒平静的心，领受你的教示，互你的话会当进入阮的心内，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阮拜列以上的祈祷，诚心恳求你的接纳。阮也要照主所教示的祈祷文，同声来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7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7节记载伫台语汉日文圣经新约第268页。伊是外少，互人弃杀，若是互上帝拣选珍重，恁就群伊，也亲像外少，去做心灵的厝，做圣的祭司班，来献心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互上帝欢喜接纳的，因为圣经有记载讲，看我所拣选、所珍重的厝甲头，要紧的招，下伫顺城。信伊的人袂得见笑，安尼，遐个宝贝是归伫信的人，恁信的人。若是伫遐个毋信的人就起厝的师傅所弃杀的石，正做厝角的头底石。请吴英美长老讲道，题目是外石。大家干嘛不拢平安？因为我嫁给阿美族，所以我要用阿美族的问候语来跟大家问候。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我有这个机会，今仔日为着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遮甲大家做伙来服侍。今仔日我除了代表学校来表达阮的感谢以外，嘛要互大家知影。玉山神学院目前的情形，玉山神学院是伫1946年，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三间神学院中为着原住民来设立的神学院。今年已经79年啊，明年就是阮80周年的大日子。玉山神学院，伊是伫花莲寿丰的一个观光景点，就是。鲤鱼潭，不知大家有听过无？我知道苗栗有鲤鱼潭，花莲嘛有鲤鱼潭。几啊年前，伫基隆港有展示一只黄色小鸭，一时很轰动，很多人都从南部跑到基隆去看这只黄色小鸭。后来花莲嘛找一只红面番鸭，就是这样。可爱红面番鸭，咱拢笑伊是姜母鸭，因为姜母鸭在花莲也很有名。伊所展示的地点就是咱学校边仔的鲤鱼潭。这个所在即马变做观光景点，毋过这个真水的所在是上帝为咱学校来所备办的山上花园。伫这个花园内面有真侪无同款的族群甲文化。有太鲁阁族、阿美族、布农族、泰雅尔、鲁凯族、排湾族的客家人，还有台湾人，还有2位缅甸的原住民学生。大家做伙伫遮的花园内面献身予上帝，成做传道者，然后将上帝福音的种子种伫因的部落、社区内面。互遐个经济会当继续开花结果。我是苗栗的客家人，所以我讲台湾话会有口音，有小可口音嘛吼。我2005年伫玉山神学院的社工毕业了后，就伫玉山神学院服侍，会当留伫家己的母校来服侍，是我上感谢上帝的代志。因为我有小可口音，所以爱请兄弟来多多包涵。拄则咱有读到圣经内面有讲到活石这2字，咱拢知影石头伊本身是无生命的，为虾米彼得爱将主耶稣譬如是一粒活石呢？我要分做3点来甲大家来分享。第一，主是活石，主是活石这句话内面所讲到的这粒石头，伫原来的意思来讲是有起造建立的意思。
比着讲主耶稣是会当用来建造人性命的石头，因为耶稣嘛安尼讲过，伊家己就是迄粒石头，而且即粒把互人起誓的石，煞会当来起造人的性命。所以主是活石，即句话意思就是讲，主伊是会当起造人性命的主。比着伊伫外邦人的地区来传主耶稣的福音，伊对当时无认捌耶稣的外邦人讲：恁若相信即位死过活的主耶稣基督，就会当对伊的身躯顶得到新的生命。所以第5节伊讲：恁嘛爱诚做活石，互上帝来使用去做属灵的殿。就是学主的款式，用咱的性命来帮赞还未信主的人，透过主本身，会当起造咱家己信仰的性命，将咱的信仰建立伫耶稣基督的顶面。咱家己爱先互耶稣起造，成做新创造的人，然后用安尼性命做伙起造咱的教会。所以，亲爱兄姐，咱因为互耶稣起造有新的生命，有好的信仰生活，慢慢经验真侪恩典，咱的生命就开始互主建立，互咱伫教会会当诚做圣洁祭司，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的祭物。当咱大家拢诚做是祭司的时阵，教会就伫即个社区来诚做祝福，不断来宣扬主耶稣的福音。所以上重要的是，咱的生命爱先建立伫耶稣内面，因为伫耶稣内面，就算拄着困难、拄着失败，咱袂确信，这是要为着互人爱看到上帝的荣耀。当耶稣呼召伊的门徒，当伊发伫世人的眼中，拢是互人看袂起的。当耶稣定是伫十字架顶的时阵，这门徒就真惊吓，甚至逃走，有的就转去伊原来所在去掠伊仔，因为因当时还未将信仰建立伫耶稣的顶面。所以耶稣第3日对死搁活了后，显现伫伊的面前，因原来软正的信心，就是迄个时阵，互耶稣所建立。后来因就勇敢为着主耶稣去传福音。所以头一点，咱爱确信主伊是活石；第2点，建造活石，建造活石。当咱确信主伊是活石了后，第2点就是爱建造家己，嘛诚做活石。亲爱兄姐，伫咱的生命还未经验主拯救以前，咱拢亲像遐门徒共款，伫人生的道路中真惊吓。咱拄着困难，咱拄着失败，还是心内真忧闷，还是死亡的代志，会感觉家己真孤单，家己的生命无意义。不过，请咱一定爱相信这件代志，就是耶稣疼咱每一个人。诗篇23篇有一句话安尼讲：我经过死荫的山谷，我是我厝内头一位信耶稣的囡仔。伫我还未真正认捌耶稣之前，我一直拢行伫死荫的山谷，因为伫我的生命中有真侪怨恨。我怨恨我的家庭，我嘛怨恨我家己，甚至我怨恨我的父母。因为迄时我感觉伫迄个世界，我是一个多出来的人。我的父亲，伊是广西的少数民族，叫做壮族，就是大家所讲的外省人。我的母亲是苗栗的客家人。我是我厝内第3个囡仔。自细汉的时阵，父母拢伫台北做事，所以就将我留伫外婆家苗栗伫遐生活。所以我自细汉就会讲客家话。伫我的族群认同内面，
我是客家人，所以我刚刚也介绍我是客家人。客家人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要将厝内囡仔拢要奉献给厝内神明做干女儿、干儿子，因为厝内是大人安尼讲，安尼囡仔会互神明保庇，会当一生平平安安。因为安尼信仰，所以伫客家人的想法内面，信耶稣这件代志绝对无可能的。等我登去要读幼稚园的时候，我就从苗栗登去台北，因为我的爸爸是军人，毋知你有听过军眷补助无？我的厝内，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所以每一个月拢会当按照家里面的人口数，摕到粮票，去乡公所换米、换豆油，还是换面条，还是煮菜油，啥物拢会当换。毋过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一个家庭只补助2个小孩。我拄则讲我是第3个小孩嘛，所以逐摆食饭的时阵，我的哥哥姐姐都会甲我讲：啊，你没有粮票，你在我们家白吃白喝。你看他说我们家哦，不是我家。然后因为小孩就安尼讲嘛，然后我就问我母亲，我就问妈妈嘛，为什么我无粮票？我妈妈无甲我讲原因，说哦，因为政府就这样规定。讲什么你敢知？啊，就无法度啊，啊你就加出来嘛，哦，你就安尼甲我讲。迄是我伫幼稚园的时阵所听到的一句话。啊，你就加出来嘛。这句话可能对别人听起来是讲笑话，嘛是真正是讲笑话啦。啊，毋过我是刚从苗栗回来的孩子，这句话变做一只针，一根针，常常刺伫我的心内，对我讲：伫这个家庭，伫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啊，你就是嫁出来嘛。因为你嫁出来，所以你厝内人拢无听你。所以我心内充满真大的怨叹，后来变做怨恨。所以大汉了后，因为这个怨恨愈来愈大，就捌做出伤害我家己的代志。因为当时我真正无感受到我亲生父母所予我的疼。既然因拢无听我，为什么我要听我家己？愈来愈大汉，我的心的怨恨拢无减少过。因为安尼个性，我的朋友嘛无几啊个。啊，毋过有一位朋友，伊是基督徒。国中的时阵，伊带我去教会，伊就问我讲：咱教会圣诞节有一个礼拜哦，会当有物件会当食，有音乐会会当看，你要来无？我想讲，教会我也无去过。我就甲伊讲：好啊，好啊，我要去。等我入去教会了后，就真多人吼，真多人哦，跑到我的面前来，叫我握手，甲我讲：啊，你先来吼，欢迎欢迎，来，遮坐这样。啊，我想讲，我一个陌生人入去到教会，为什么教会人遐尼热情哈？因的笑容都是都位来的？伊奈怎么会对一个陌生人展现这么的热情的笑容？然后我坐伫礼拜堂听牧师讲道，牧师就讲了一句话，伊讲：伫这个世界有一位疼咱的上帝，伊互耶稣降生伫这个世界来疼咱每一个人，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所疼的哦。底下好多人就说阿门阿门，感谢主。啊，毋过我听起来心内真摇疑，想讲迄无可能，因为连家己爸母拢无疼囡仔，啊，这个耶稣哪会来疼我啦？伊甲我无关系，伊又无熟悉我啊。只不过我真好奇，为什么这间教会的人会对我这么热情？敢讲真正有耶稣？对迄摆开始，当我朋友阁邀请我去教会的时阵，我就答应伊。我对我家己讲，我
我要去迄间教会找耶稣是啥物人，伊敢会来听我？而且客家人不能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不好。我要如何得到耶稣的听？因为厝内关系，所以有6年的时间，我只能参加礼拜六下午的青少年团契。我伫遐唱诗歌、读圣经，慢慢去熟悉，因为讲会来听我的耶稣。只不过伫我心内，我犹原真怨恨我的爸母，常常听牧师甲我讲：你爱原谅，你爱原谅迄个伤害，你家己嘛会得到原谅。毋过，我觉得我好难做到哦，因为就那一句话，你就多出来的，让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多出来的人。所以伫我心内有一个真深真深的伤害。毋过有一天，我看到一篇灵修的文章，伊顶面安尼写着，不可以帮我放这一张，谢谢。再下一个，我用华语读。有人没有办法体验上帝的恩慈所带来的喜乐，因为他容许不饶恕的灵缠累着他。如果这是你现在的困境，你要看见上帝针对你生命的真理。我看了这段话了后，伫我心内有一阵感动，不断对我讲：耶稣，你要拯救你家己的性命。你厝内人，你爱先原谅。对我来讲真困难，我毋知影会当做会到无，因为遐个伤害真深。所以我对主耶稣讲：我讲，耶稣，你要互我真正去体验你所想事的痛，嘛要拯救我的厝内人。我愿意将遐个伤害交托互你。当我愿意安尼行的时阵，我祈祷主来帮助我去原谅。拄开始的时阵，真正是哭到没有办法讲话，因为我想到就要哭，想到就会哭，想到就会哭。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圣灵用不住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迄当时我真正体验这句话的真理。后来渐渐会当慢慢讲出来，讲我愿意原谅过去的伤害，我愿意原谅我家己，因为我捌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求主原谅我。我愿意原谅迄句笑话所带来的伤害，我愿意原谅所有的过去，求主来拯救我厝内人，会当信靠你。几若个月了后，我感觉我的心愈来愈轻松，好亲像遐个伤害已经对我的心内离开。我甲厝内人感情是愈来愈好。伫2000年的时阵，伊嘛同意我去教会受洗。然后2001年，主耶稣就呼召我去玉山神学院读册，我就顺服去到花莲迄个美丽的山上花园去读册。因为我的改变，因为我去做神学生，然后毕业了后伫玉山神学院上班。我的妈妈看见我的无共款，伊嘛看见有一位上帝，伊是会当改变人的上帝。伊嘛愿意听我分享耶稣的故事，所以伫2006年的时阵，我的妈妈受洗了。然后2013年，我们家的老爷爷，我的父亲，他也受洗了。这就是当去做人性命的主，入去伫我的性命了后，我看见耶稣的疼，才会当体会诗篇23篇所讲的：我虽然行伫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主我同在。所以，亲爱的兄弟，咱来思考一个问题：若毋是迄间教会的人，互我关心、温暖，我怎样会当看见耶稣的疼？咱为什么爱来教会？
是因为知影耶稣已经予咱新的生命，伊诚做咱信仰的活石，所以咱来教会做圣洁祭司，来服侍主耶稣。这是咱来教会的使命，因为安尼的使命，咱诚做活石，伫教会中间参与逐项的服侍。我所讲的服侍，就是当咱接受耶稣基督，诚做咱的救主，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是服侍。咱的热心，咱对任何人的疼心，拢是咱诚做活石的证明。就亲像当初，互我愿意入去教会找耶稣的原因，就是一群人的笑容。一个笑容会当拯救我甲我厝内的人，所以唔通失去咱的热心，不要失去我们起初爱主的热心。为着主的缘故，我啥物拢愿意去做，会遮会热心。无论过去咱捌拄着啥物代志，对今仔日开始恢复我们起初的热心。因为主要使用遐个心，遐个爱主的心、热心，呼召咱、竞选咱，甲伊做伙行上帝路。最后一点，诚做活石。活石就是将信仰建立伫耶稣内面。当耶稣开始建造人生命的工程，互咱有全新的生命。第三，咱就爱甲耶稣做伙来去做其他人的生命。若是家己得到好处，上重要的嘛是要互身边的人做伙得到好处。玉山神学院头一任院长温荣春牧师，就是受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影响，毅然决然的要伫花莲这块台湾的后山的土地，为着台湾原住民来开办一间神学院，所以伫1946年设立玉山神学院。阁有咱郭俊明牧师，伊伫1959年来到受访礼坛的时阵，郭牧师伊讲出一句话，伊讲：就是这个所在，你即马所看的这个所在。就是这个所在，我梦中的所在，这是上帝要予咱玉山神学院的山上的花园。所以，伫1959年受难日那一天，伊将玉山神学院迁到现在鲤鱼潭的土地，开始建造。无论是温荣春牧师，还是郭俊明牧师，因拢有安尼坚定不移的信心。互玉山神学院行过79年，因用因的双脚行过整个校区，开路、除草、种树，因嘛用因的双手去做每一间建筑物甲石墙。所以伫玉山神学院的校区内面有整片的石墙。迄是当时开垦校园的时阵所起造的，是玉山神学院最美丽的象征。玉山神学院也是台湾原住民的石头，因为阮的学校是培养原住民教会传道人上重要的基础，要互原住民传道人诚做活石，转去部落甲社区。养出上帝羊群，毋过伫这一切中间，搁较重要的是有全台湾的幕后御神人，一直互咱关心、支持甲祝福。这个幕后御神人，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全部的兄弟姊妹。恁虽然拢毋是伫御神毕业的校友。毋过，可能恁捌去过玉神参观，住过玉神，甚至常常为玉山神学院祈祷关心。
照安尼讲，恁拢是幕后的预神人。今仔日因为上教会疼，才力我来教会请安报告，互我有机会来感谢每一位兄姐。我要感谢恁，因为恁看见药山神学院的欠缺甲需要，愿意互药山神学院做伙承担培养原住民传道者的责任。阮嘛要感谢恁，不断甲阮支持甲鼓励，互阮充满了力量，努力坚持这份神学教育的事工。当阮伫学校看见这美丽的石墙，就亲像看到恁的双手，带领阮不断向前行。相信不论是过去、即马还是未来，听咱的主耶稣会继续感动恁，时常为药山神学院祈祷甲祝福。今仔日是因为咱的生命中有主耶稣将咱结连做伙，互咱的生命亲像活石共款，来去影响身边所有的人，会当诚侪亲像主共款的活石。愿上帝祝福大家，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生命软弱、卑微、痛苦的时候，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愿我们能够遵照主你的指示来走每一个阶段的道路，无论我们的年纪是长是幼，是青壮年，主，我们都相信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主你的使命在其中。我们愿意成为活石，在你所设立的教会当中，成为圣洁的祭司。我们每一次的服事都能够让我们自己再一次看见我们当初愿意跟随你的那一份决心。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的相信，无论未来我们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主你爱我们，你就是因为爱我们，所以你降生在这世上来拯救。愿你亲自祝福我们所听见的，我们过去所经验的，主你都要来成为世上的荣耀。我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咱斗阵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做伙来读两遍。因就近伊也亲像活石，伊做心灵的厝，对圣的祭司班来献心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为何上帝欢喜接纳的。伊的前书第2章第5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79首，圣诗379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赖义家执事、王文信执事、甲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起立。请坐。咱来消息报告，请掀开周报第164页。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玉山神学院特别派吴英美长老前来讲道请安，多谢吴长老，请兄弟当关心甲奉献。第二点咱教会5月19开始到5月28，每一天的顶晡10点到下晡3点，要伫咱边仔即个巷侧门这边进行即个地基的探勘会挖两个坑，在遐看即个我们地质的状况那这个样子的话，以后要建堂的时阵咱才有一个地基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所在，甲大家特别报告。遮出入这段时间内底，边仔巷这个出入袂影响，因为迄2个坑真大坑啦所以而且会遮住所以不影响那个出入大家了解一下。牧区的消息双年团契定伫5月21拜三顶晡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启动庆长老主讲，对从药食同源看养生饮食，请客友会当参加，因备有午餐。补充报告是咱教会林宏达牧师，伊的母亲已经咧5月16完成告别式，在遮代表教会为主代表为主。大家致意，请继续为为主来祈祷。再来，咱要来做一个公道。今仔日因为牧师他公出，所以公道的部分由我这边来代理。
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大院的基体，特别是蔡明宪长老、林随长老、刘道明兄，为着欠安的基体、黄光之节、会基节、吴淑慧节、林景云节、谢雨婷节、幼春节、阿卡节、明珠节、洪美节、丁友兄、顺兴兄、陈依礼节、廖罗素梅节、明理节、阿菊节、甲国元兄来祈祷。咱斗阵压头来祈祷。主啊，愿为你无限的救恩甲慈爱，献上阮至悬的阿乐。阮也为阮家己的自私贪婪，在你的面前认罪。面对这个受战争纷扰、环境受害、人民受苦的世界，阮了解家己的无能，但是阮也知影你一直在阮的身躯边，为阮的灵命来点灯，也随时咧鼓励阮尽一己的力量为世界来努力。但是阮是软正的。有真侪时阵，阮干会当靠祈祷，祈求你会当用你的力量来导正这个混乱的世界。主啊，阮愿意为这个混乱的世界来做祈祷，愿你会当赐予掌权的有智慧，用平和的手段，互世界归于互相帮赞、互相谅解的境界，互因了解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互受苦难的百姓。甲自然环境有喘息的机会，对阮心爱的台湾，求你会当允许所有的住民有够额的智慧，团结一致，面对对方的恐吓甲挑战，互阮了解团结一致是上重要的。阮会了解对外宣扬你的救恩甲慈爱，就世人归主的重要的事工。阮也愿意对全世界的宣教师来做祈祷，愿你允许因有够额的智慧、能力甲健康，会当应付因宣教环境的挑战。愿主会当时时伫因的身躯边保守因，清除宣教的困难。互你的光，因为因搁较光明。教会的事工也需要主你来照顾。特别是阮希望有圣殿的起造，互主的殿会当成做正人的殿，互未信主的人有机会来这个圣殿内底来接近主，互因伫圣殿的气氛内底感受到主的救赎甲疼。建堂的事工，求主会当保守，互正会友斗阵，为着主来做工，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向前。对身体有病痛的病朋友，求主会当医治、保守，特别是阮敬爱的蔡明宪长老，求主会当看顾，互伊因为主的陪伴有心灵的平静，互伊因为主恩赐的力量有更较强大的生命力。在病痛中间的会友也是安尼，求主时时会当陪伴，在因的耳孔边用细细的声来鼓励因。并且用你的大能的手来做医治。以上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这时，咱来吟圣诗388首，吟诗煞，请吴英美长老带领大家斗阵做祈祷，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因着主耶稣成为活石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阶段能够成就主的荣耀。愿我们在每一天能够看见主的恩典与同在。愿主保守我们回程的脚程都有平安喜乐，永远伴随。我们向主耶稣所献上的感谢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